大家好，贈一及風水命理。呢個係男命，生於壬子年，庚戌月戊子日生酉時。咁就想問翻事業同財運。咁我哋首先睇翻呢就生活即係身弱啊，係啦。雖然係戌喺月柱，但係屬於係失地失勢得令，咁係普遍偏於弱啦，即係比較身弱嘅例子去計。咁其實咧，佢依家行到46歲月卯橫，其實我哋見到咧係天克地沖，有時係啦。咁即係傷官見官，為禍百般，冇得改變嘅事實。同埋佢官又唔係自己中意嘅喎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兩者嘅忌神咧互相打交啊，係啦。咁當然啦，官跟月跟合。又成化嘅，即係所以咧嗰個食傷咧好重啊，係啊。即係耗神啊，佢精神耗神啊，即係身體耗資咧好嚴重啊。所以事業嚟講咧就真係冇乜進展啊，呢個事業方面係啊，因為行官運辛苦啊，食傷嘅沖喎，所以咧成之命嚟講咧，咁呢位男士嚟講咧，其實個擔子都唔輕嘅，係啊。咁同埋睇翻今年流年啦，其實咧官又嚟合食即係合相成化，咁其實咧就又係即係變成滿盤，自有合暗合，所以你見到咧成個格局嚟睇咧，就係全部忌神滿身啊。所以咧個流年嚟講咧，對佢都不利嘅，係啊。所以咧就要注意，即係各方面是非方面啦，身體方面啦，真係要特別個肺啊，係啦，特別咧個肺同埋個胃啊方面都要留意嘅，係啦，因為舌身太過啊，所以要留意翻呢方面嘅。咁即係財運一定冇噶啦，即係因為咧就破財就機會反而仲大啊，所以耗損咧就睇醫生，身體健康方面咧就不太理想，係啦。即係賺揾到錢啦，就其實係應該以正制動嘅。咁事業一般啦，唔好轉工啦，係啦，即係冇話見到份工啊，咁要小心啲啊，分分鐘俾人呃咁樣，所以咧冇刻意就去轉工啦。咁雖然流年嚟講係火啦，咁就真係因為佢合咗啊，所以不利嘅。咁當然啦，去到下一年個運咧，就其實咧又唔係太好啊。至於唔衝咧，其實都即係呢兩年咧都係不太理想嘅，所以注意翻呢樣嘢啦，係啦，係咁多先講呢咁多先，係咯，拜拜。